最近政府同簡世德一齊宣布一系列規劃改革，目標係提升倫敦新樓開發量。今年上半年，倫敦新屋開工量得2040個，按年大跌55.9%，拍馬都追唔到每年88000套嘅需求目標。究竟政府今次改革啲乜？第一，部分地盤可以暫免俾建設稅 CIL， 如果某啲項目因為成本阻礙進度，合資格嘅開發商可以暫時豁免。第二，市長簡世德獲得更大嘅審批權，簡直如有神助，有權可以繞過晒地方政府程序，直接審批一啲大型項目或具爭議性嘅發展項目，幫手一次過開綠燈。第三，可負擔住房 affordable housing 門檻比例由35%下降至20%，其中60%必須係社會房屋，仲有放寬密度同設計規範等等。政策有效期到2028年3月。不過啦，雖然規劃放寬能夠解鎖部分停滯項目，但市場要全面回暖，都仲要睇埋買家需求。而下個禮拜公布嘅財政預算案，業界普遍都預計會向地產界開刀。而最關鍵嘅問題係放寬規劃加埋財政新措施，到底能唔能夠為倫敦建屋市場重新打開水喉呢？想緊貼之後政策走向，記得 follow 我哋 Panda Partners 同添集。